炳叔啊，我加入咗建築呢一行之後咧，先至發覺起一棟樓真係唔易噶。齋講石材鋪砌嘅施工程序啊，就已經一啲都唔簡單啊。係啊，國強。不過我哋做得呢行咧，難極都會識做嘅，爭在你做得夠唔夠好嘅啫。咁炳叔你就係老行專嚟噶，不如你同大家講下點先算係鋪砌石材嘅優質工序咧？冇問題啊。不過國強你都入咗行一段日子，應該學到唔少嘢噶咯。同我一齊講咧。好啊。嗱，咁要做到優質嘅樓宇咧，就一定要由正確嘅基本工序開始嘅。而石材嘅主要作用就係用嚟粉飾建築外觀嘅。咁一般可以分為牆身乾掛、牆身濕掛、半乾濕地台安裝，同埋室內台面及窗台安裝嘅。乾掛一般就用喺外牆同埋室內嘅大幅牆身，而濕掛一般就用喺花槽、浴室同埋室內嘅細幅牆身嘅。總之所有嘅材料咧都一定要俾則師批係過字用得噶。而石材咧一般就包括麻石同埋雲石板材。咁麻石面咧通常就分光面、瓦面、自然面、燒面同埋錘面等等嘅。而雲石面咧就分光面同埋瓦面。另外材料咧就仲有英泥、色粉、防水色粉、撈英泥用嘅淡水沙、不鏽鋼抹同埋薄片、鋼片、鋼針、爆炸螺絲，通過污染測試即係 sting test 嘅縫合膠、撈英泥沙用嘅白膠漿、接合石材同埋不鏽鋼抹用嘅混合膠，同埋做一般性防水層用嘅防水劑等等嘅。所有材料都要有製造商證書證明啱標準先至可以用嘅，而且仲要注明有效日期添，因為過咗期嘅就唔用得噶啦。點止啊！而且啲爆炸螺絲就要根據則師嘅要求抽樣做拉力測試添。哦，咁啊係啦。咁當承建商確定好要用嘅石材數量之後，就可以聯絡生產商到礦山揀啲啱用嘅方料啦。而為咗令到砌出嚟嘅石面顏色可以均勻一致，承建商就一定要根據圖則將啲方料編好 number， 咁樣喺安排板材顏色嗰陣時就會方便好多噶啦。最後再 check 過晒啲石材係符合要求啦，咁先至可以出廠噶。咁呢啲預先喺廠揀好顏色同埋編好 number 嘅石材，喺廠嗰陣時咧就要先用保護材料墊好，再入木箱，然之後先至運去地盤度，唔係就好容易撞爛晒噶啦。而且木箱外面仲要寫清楚圖號、位置同埋石材名稱，然後先至可以運去地盤噶。咁當啲石材一運到地盤咧，就要即刻存放喺地盤指定嘅地方，唔好俾佢整爛。咁之後咧，就要按照則師所批核嘅樣板，由工程監督同埋承建商聯合做抽樣檢查，包括佢顏色啦、拋光度啦、曲尺啦同埋尺寸等等，仲有記得石材長闊厚度嘅正負偏差係唔可以超過1mm 嘅。總之所有石材都一定要符合批核咗嘅石材樣本同埋施工圖，再確保埋安裝嘅位置同尺寸要係正確啦。咁啊啱啦。另外咧，由於石材係會預先喺工廠做抽坑或者係鑽窿嘅工序，用嚟收藏不鏽鋼針或者片，所以所有抽坑或者鑽窿嘅尺寸都一定要絕對準確，唔係當啲石材同石材拼合起上嚟嗰陣時，中間就會有剪口噶啦。另外當然仲唔少得就係要參照圖則同埋施工章程嚟制定石材鋪砌施工程序建議書，即係 Proposed Method Statement， 同埋施工圖，入面列明晒施工方法、收貨標準同埋驗收程序，再俾則師批核之後，咁就可以開工噶啦。未得住，承建商仲有責任要預先檢查有關嘅最新圖則，睇下係咪可以同其他工程接口嘅大樣圖互相配合，即係好似砌模型咁，要啱位先砌得埋一樣咁啫嘛。如果唔得嘅話，咁就要通知則師跟進，直至得到則師嘅回覆啦，先至可以施工噶。咁施工咧就梗係要預備埋啲工具啦。咁安裝石材嘅工具咧就包括有鏟啦、各種灰瓷、接馬機、魚絲線、攪拌器、
平水尺、曲尺、量尺、量杯、石屎鑽、撞針、錘、三角形木尖、真空吸盤、薄笠、木方、界石機同埋馬騮頭㗎。